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華發展廳嘅阿 Ben，今日同大家嚟到珠海嘅市中心，帶大家睇下一個專為香港人而打造嘅第4代智慧住宅。呢度位置真係好方便，由珠海港珠澳口岸過嚟只需要10分鐘車程就到。香港過嚟都係1個鐘左右，真係做到1小時生活圈。樓盤坐落於珠海南灣嘅核心地段，旁邊就有將軍山生態公園同前山河，環境開揚，空氣又清新，生活配套仲要夠晒完善，感覺就好似住喺銅鑼灣咁方便。不過講到價錢就差得遠啦。銅鑼灣二手閒閒地都要賣到2萬幾蚊一尺，而呢度呢，只需要2000幾蚊一尺，你就可以買到啦。即係講緊1/10嘅價錢左右，你就可以享受到咁優質嘅生活空間。呢度係珠海市嘅核心地段，出嚟買嘢食飯都真係好方便，5分鐘就去到華發商都，個商場仲有成18萬平方米。大概係2個太古城商場咁大，入邊乜都有。南灣係連接港澳嘅戰略區域，有珠海大道貫通全城，再加埋金琴快線，揸車10分鐘就可以去到十字門。華發天璽係華發集團喺南灣打造嘅一個智慧型住宅，單位戶戶南北通透，3面採光，實用率仲超過110%，空間感真係好足夠。項目一共有5座住宅大樓同園林會所組成，而家首先推出嘅就係景觀最開揚嘅第5座，係2梯5伙嘅設計，共有2種戶型可以選擇，分別嘅就係1066尺，即是99平方米嘅3房連主人房，或者係4房連主人房嘅1206尺，即是112平方米嘅。一入門口個廳大到可以開 party。你睇下呢個廳，哇，16尺超闊飯廳，真係大到呢，放梳化、電視，放完之後仲有大把位，採光又足，朝早根本上係唔需要開燈嘅，連電費都慳返。而廚房嘅設計，煮飯仲可以同屋企人傾下偈。呢個半開放式嘅 U 型廚房真係掂，你望下3邊工作平台。洗切煮一條龍，根本上係唔需要走來走去嘅。獨立嘅工作平台係超實用嘅，可以放洗衣機，亦都可以喺度晾衫。你中意嘅話，可以放張台仔喺度，朝早飲下咖啡，食下早餐，亦都係冇問題嘅。大家可以睇下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大到可以放一張 king size 嘅床之餘，仲可以放張 design chair， 俾你夜晚可以喺度聽歌睇書都冇問題。亦都有獨立嘅廁所，唔使同屋企人爭，呢個真係一個退休嘅生活享受。另外2間客房都好實用，可以留翻俾仔女，一間做書房或者一間做衣帽間，亦都冇問題嘅。全屋仲有好多貼心嘅設計，譬如話你攞個電話出嚟，撳一個掣，你就可以控制晒全屋嘅冷氣電器。收納空間多到不得了，無論你有幾多雜物都好，都可以擺得晒。最正呢度係超過100%嘅實用率。你買一間3房嘅價錢，就等於你住喺一個4房嘅單位面積裏邊，真係抵到爛。而家介紹呢個係1206尺嘅4房單位，而呢個單位係專係為咗追求優質生活嘅你而設嘅。而我哋喺入門口之前，每一個單位我哋都提供咗一個私人嘅 area 去放你私人嘅物品。5米超闊大廳，放完大梳化、電視櫃，仲可以放張6人嘅餐台。全落地玻璃，光猛到根本上唔使開燈。豪華嘅主人房，大到可以做一個獨立嘅衣帽間。主人房有 L 型嘅大窗，放完雙人床之後，仲可以3邊落床都冇問題。每間客房都可以放到雙人床，或者改造你嘅書房或者健身室。升級 U 型設計嘅廚房，台面更加寬闊，2個人一齊煮飯都得。獨立嘅工作平台，你可以放洗衣機喺度，亦都可以喺度晾衫。全屋智能配套，手機都可以控制到全屋嘅家電。半開放式嘅設計，煮飯都可以同屋企人傾偈。實用率超過100%。你買4房嘅價錢，享受到5房嘅空間，最啱同長老住嘅大家庭，成日招呼朋友嘅你，或者要求高品質嘅退休生活。講到項目嘅會所，我哋就一定要同大家介紹下呢個好有特色、好特別嘅下沉式園林會所。佢有幾正？等我話俾你聽啦。私隱度高，好似你嘅私人後花園，
會所設計喺平台嘅下面，就算你去做 gym 或者去游水，都唔使擔心俾人眼望望。佢係下沉式設計，有園林嘅包圍，所以好隔熱。就算出邊係夏天熱辣辣都好，入到嚟會所都係自然涼爽嘅。景觀一流，望出去一片綠油油。會所周圍都係園林綠化，無論你喺恆溫泳池游水，定係喺健身室做緊 gym，望出去都係一片綠意，心情都特別舒暢。呢種同大自然融合嘅感覺，係一般會所俾唔到你嘅。對於你嚟講，一個理想嘅家，一個退休嘅優質生活，到底代表咗啲咩？係咪要交通四通八達？係咪要有大型嘅商場配套？係咪要做好退休前嘅規劃？定係要有一個生活配套齊備嘅理想家所呢？華發天璽呢個項目就係為咗實現你心目中嘅理想而打造。核心珠海地段只需要2000幾米一尺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就記得揾我阿 Ben。我哋展廳就喺尖沙咀最方便嘅位置，佐敦站 D 出口左轉直行，過條馬路就到㗎喇。而家預約睇樓，仲有即場參觀單位 VR 同埋攞到最新嘅價單。珠港同城直選華發。如果要進一步嘅資料，就隨時打俾我阿 Ben 啦。